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不忽喎。嚟到我哋雅言大講堂嘅第78講咯喎。我哋今日78講嘅78講就講話俾大家聽，慎獨。慎獨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謹慎地獨處嚇。呢一個係我一生你哋嘅概念，因為講咩咧？就係其實有時有啲人話我唔可以孤獨嘅。我唔可以一個人逗留喺屋企，或者我唔可以一個人處於一個空間裏邊。我必須要呼朋喚友咁一齊玩，我必須要一大班人一齊，我要有好有聲音喺側邊，周圍一齊玩，我先開心嘅。咁樣話俾大家聽，其實有時咧，都應該要學習下獨自一個人去生活，俾啲空間自己同自己溝通，同自己去談下情、説下愛，同自己相處下。你要知道自己心裏邊個心到底點諗，自己嘅靈魂到底想點，係咪？咁有時你可以自己彈下琴啦，自己同自己捉下棋啦，自己睇下書啦，自己一個人行下公園啦，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可能煲下劇啦，聽下歌仔啦，其實都係一件好開心、好快樂嘅事。唔好以為孤獨係一種唔好嘅狀態，其實有時一個人靜靜地去諗下嘢，去做一個哲學上嘅思維，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。有時要明白自己到底想點，對人生到底想 get 啲乜嘢，想達到啲咩目標。你想做啲乜嘢？其實你要同自己去了解嘅喎。你要問下自己，有時你就要喺獨自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先可以苦心自問，到底你想為自己安排嘅未來係點呢？所以要學習孤獨，學習下點樣同自己相處。唔係話一定要同一大班朋友一齊嘅，有時同自己好好相處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活方式。理解咗自己，先知道點樣行先係最開心、最適宜於自己嘅。係啊，所以我哋要學習慎獨，好機智咁同自己相處，好開心咁同自己相處，好快樂咁同自己好好相處。好。希望我能夠一生你哋嘅觀念啊。係啊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